各位兵迷，你哋好啊！作為香港人，呢兩日嘅心情非常之沉重啦。就算係世界各地嘅朋友啊，透過熒光幕見到咁震撼嘅畫面呢，我記得呢喺啲留言區見到有人話：哇，真係好似呢世界末日咁嘅狀況啊！大家呢心情都一定係唔好過啊，好難受嘅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我都想，唔好成日都係諗住嗰啲畫面啦。咁當然啦，我都想去下錶行嘅，尤其啊有一間錶行有一段時間都冇特別去啊，咁就不如咧去探一探咧呢位老朋友啦，就係喺大角咀嘅七寶錶行啦。睇一睇出邊先啦。咁我記得咧之前呢個位置啊，都係擺好多咧話一口價980蚊嘅手錶啊，機械錶又有啦，就係先達嘅機械錶，仲有唔同嘅形狀啦。咁亦都見到咧啲好多精工嘅手錶啦，仲要係咧睇落非常之傳統經典嘅造型啊！即係可能咧出邊都唔係好多地方係有咁多舊款啲嘅精工嘅，咁亦都有咧意大利牌子啦、OOO 嘅手錶啦，仲有好多牌子嘅，同埋聽聞有一個牌子咧，我都未見過喺七寶錶行出現嘅喎，或者咧我冇留意啦。咁啊就係呢一格度啊，咁啊亦都有啲橙色嘅價錢牌啊。就係 Ogival 啊，瑞士牌子咧，愛奇華係咪咧？有一段時間都冇特別講過呢個牌子啊。其實呢個牌子咧都好耐歷史㗎，佢1903年已經成立啦。標誌性咪就係嗰條魚躍龍門嘅魚咯，真係好經典啊！咁啊有機會咧慢慢介紹下，因為都有幾多嘅愛奇華手錶喺度。不過咧見到已經有兩盤錶擺喺咧個櫃上面啊，咁啊介紹呢一盤先啦。咁呢個牌子咧係咩牌子嚟嘅？哦，原來咧就係台灣嘅金柏時手錶啊！當然啦，主打經典款式啦，同埋睇落咧個錶徑啊，應該咧都係幾精緻幾的色嘅。咁啊有3款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啊睇一睇呢一隻先，咁就有9雅圈啦，同埋金鋼嘅顏色。咁啊講之前或者咧度一度隻手錶先啦。咁呢隻手錶咧，我度到就36mm 錶徑啊。咁啊真係咧幾精緻嘅手錶啦，12mm 厚嘅錶耳去錶耳咧，就大概係43mm，咁所以咧，其實男女士戴咧，我都相信啊，都冇乜問題嘅。同埋咧，金鋼之餘咧，個面又黑色喎，咁啊都幾特別嘅。咁啊，首先咧就擰開個錶冠啦，咁褪出一格咧就可以校3時位置嘅日曆。咁個日曆窗咧就白色啦，再加埋金色嘅框啦，配合翻指針啊，同埋呢一個嘅9雅圈嘅。咁見到咧，12時位置就有 GB 嘅字樣啦，同埋標誌啦。跟住6時位置咧，嗰度寫住咧就係21石嘅機芯嚟嘅喎，同埋咧係自動啦，當然，同埋咧就係 Sapphire 即係藍寶石鏡。咁褪出錶冠兩格有停秒功能啦，就可以校時間嘅。咁校完日曆啊時間之後咧，就上翻鎖嘅。咁其實呢個機芯咧就係 Miyota 8系啊，星辰8系嘅機芯嚟嘅，所以咧就係21石嘅。咁亦都俾啲夜光大家睇下啦，指針啊，小時刻度個末端個點咧都有夜光嘅，所以斯文得嚟咧，其實夜晚月時亦都清晰嘅。咁啊，中間5G 帶啦，中間部分就係金色啦，咁誒有雙按鈕，咁打開嘅扣咧就冇做透底嘅。咁我底當然有 Jambus 嘅標誌啦，有簡單嘅資訊啦，同埋寫住係50米防水藍寶石水晶鏡嘅。戴上我7寸嘅手腕，36mm 錶徑啦。咁啊，頭先咧就見到黑面嘅版本啦，咁仲有呢個咧銀面嘅版本。咁呢一個咧就有石嘅，咁我相信唔係鑽石啦，因為一陣間話個價錢俾大家知道啊。咁啊，全隻咧都係銀色啊，不鏽鋼原色。咁金銀潤色咧，除咗黑面之外咧，就仲有呢一個版本嘅。咁啊，總共咧我就見到3個唔同嘅版本嚟嘅。咁你見到咧，戴上7寸嘅手腕，其實36mm 咧都唔會話太細嘅。見到個定價就1380港元啦，呢個定價非常之可取啦。台灣牌子啦，藍寶石水晶鏡，仲有星辰機芯。
大細咧亦都係符合男女日常嘅佩戴嘅。咁大家話睇過呢個 channel 咧，當然唔使問，梗係再多啲優惠嘅。咁啊，大家總之去到睇錶又得啦，或者係同老闆傾下偈咧，都非常之開心。因為喺呢個咁沉重嘅時間咧，更加覺得咧家人同埋朋友啊嘅重要性啊。總之大家都可以盡你嘅能力啦，去幫助啊大埔嘅災民啦，同埋最後想講一句，天有我承。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